苗族为什么要过花山节？黄河、长江的中下游，经历了5000年的漫漫迁徙，5000年的大迁徙，5000年的血与泪，我们走过了黄河，走过了长江，跨过了高山草地，来到了今天的家园，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美好生活。新中国成立了以后，我们才最终停止了5000年的大迁徙。在以前呢，我们苗族打仗的时候遇到了敌人，我们要观察敌情，要爬上高高的高杆上去观察敌情。传说呢，以前有一位勇士，他倒着爬上了花杆，背上了我们的箭，射中了敌人，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。后来呢，为了纪念这个勇士的精神，所以我们后来的苗族聚集在一起过我们的花山节的时候，都有一个倒爬花杆的环节，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勇士的英勇的这个精神，所以就有了这项武术的传承。我们苗族历经了5000年的大迁徙，非常的辛苦，也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的祖先要告诫我们，要每天都要打扮自己，精致而活，美丽而活。